后来利用这个五分校桥，它是在那个民国11年的时候就做出来，一直到民国60年的时候才把它拆掉，因为内河这边哈老旧了才把它拆掉。现在呢，我们从这边沿路走过去哈，可以看看哈，从上元节、中元节、下元节，所有的节庆，还有包括小朋友的玩物，怎么样的玩，各位看看哈。现在先从我们后面开始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好，这4个哈，就是说这边的地区哈。再讲话无要紧，较自然。无大家就是讲，大家拢是，无就是翁仔做的。嘿，哎，可以挥手哈，会使哈。哎，好棒，哎，好。还有标准。对，要有标准哦。好，哎。好，第一个奖品先给那个小朋友，小朋友那个3D 的那个主题的。它叫做碎花棋盘角。碎花棋盘角哈，因为古代的人哈，他怎么样的？他们下棋很讲棋盘哈，古代的棋盘不是只有棋盘而已，它底下那个角还是比咖。当它长大的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个角很漂亮。那个所以说古代的那个。在下棋的时候讲究的那个角雕饰的非常的漂亮，所以它呢开起来的时候就像那个棋盘角一样，所以说因为它一整穗下来，我们叫它碎花棋盘角。一般的话都长在这个海边，菲律宾、台湾的海岸线很多，所以说呢，它这个碎花棋盘角哈，平常的话，尤其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很漂亮，一朵一朵的。这个上礼拜我们来的时候，它正在开，现在已经结果了。如果说你们有空去到那个台大校园，台湾大学校园，它2旁有一条巷子，台湾校园那个路，通通是翠花棋盘角，开起来之后很漂亮。这咱台湾是咪叫做水茄冬啊，海茄冬，水茄冬的款？水公啊。我顶届上课敢讲是讲做水茄冬对啦，水茄冬。水公啊，水公啊吼。甲青麻是共科，但是无共款。对，嘿。一样可以用哈。拢说咱台语要安讲，我想看卖。龙枝兰。无，迄是照安尼翻的啦，应该有家己讲话。我爱问迄个阿嬷就知啊。这不是，我来懂。是从那个不要过来，在那边我会过来。这里居然也有。为什么？它很喜欢爱干净的那个含氧量高的那个水域，它是跳不上去。所以说呢，这里面居然会有那个苦花跟杜，本来是不应该存在这么污水的浊水里面。它没在地方跑，它已经上来了，在这里跳不上去。你要想办法在这边哈。哦，等下要避高人哦，哎。避高人。就是变把戏啊。过溪仔的细字哦，过溪仔的细字哦。好，那我们
一个方向。这就好了。好，这个是全起的哈，来看一下。哦，全起各位来，丽阳，林丽阳，林丽阳出来香。我叶庭言哦，他来5次，但是我一样给他哈。叶庭言快啊，还有赖一峰，赖一峰出来，佑成，赖佑成。再来这位好像是年纪不小了哈，年纪很不小，应该是詹彩妮。是我妈妈。年纪不小，是我年纪不小。对，年纪很小。小美女。对，好。过来哈，过来是婷佑，刘婷佑，还有婷佑妈妈，还有彩玲哈。还有彩玲的阿嬷也有哈，阿嬷也有。这个不简单的啦，拜5拜6来到刚才，过来敏芳，过来玉涵，林玉涵、陈敏芳，好，一共是12位哈，12位一样的。下次来上华语就有。好，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哈，你们自己选喜欢的哈，你们自己选喜欢的哦。没有一样的哦。好，现在从来小孩子先选哦。好，来快。来，开始选那个好。你们是一有我上。我会讲姐。小朋友先选啊。没有。好，无法度，你就做不来，对不对？不过我有考虑到有1、2个虽然他没来，但是他其他来的分数蛮高，所以我还是给他你们就不要跟我不要跟我那个查阅这个，都是信任老师啊好，但是第1、第2我真的要讲好，先把奖品拿出来奖品不是这个。奖品这些，来，那个，刚刚帮我的那个大朋友在哪里？来，你们后退，来把这些摆出来。全都摆出来。11个。啊。所以摆在不用，摊开。所以你就感觉讲那个加分很重要。你也无咧认真听无加分你就失去这个比较大这个奖比较大一点这个不是，好，对，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好，那这样，你光拿这些奖品就拿得很辛苦。不会那这样，来准备这么多奖品，来，那个Hugo呢？好来，这边Hugo呢，给你出来Hugo呢。好来，第1最多的有3个，黄炳祥、赖佑成，怎么又是大孩子？詹彩怡。小朋友哎。无就，你若感觉讲，好来，过来一个也是第1，吴彩玲。还有阿嬷我没有把它算上去阿嬷是第3啦。好，过来是敏芳，陈敏芳第1。好，再来第2，第2有一个是玉涵，林玉涵，不能偷看第3，叶庭言，还有刘庭佑，还有庭佑妈妈，你也有很不幸你也有，还有再来有啦，阿嬷，春芳有啊好，一共是11位吧，我看1、2、3、4、5、6、7、8、9、10，怎么少1位？碧涵、敏芳，还有那个彩玲阿嬷，还有彩玲，还有那个刘庭佑妈妈，还有赖佑成赖佑成跟那个佑成妈妈，还有品祥，还有林丽阳我讲到，林丽阳
林立阳，哦，已经在了，哦，就你啊，哦，这个帅哥啊，好来，嘿，你要进去拍没有关系啊，只是没有奖品哈。好，你们真的很棒，那个不是哈，好，看这边，好，给有家长要拍照可以，你可以到前面来拍哈。好，来，你后退，你后退，你后退，你不能在那边哈，大家都一样后退。好，好，来，我过来哈。来，立吧哈。集中一点。好。现在哈，对，从第1名的哈，对，品祥、佑成。还有彩怡，我叫你名字哈，还有彩玲，还有米芳，好，你们5位先领哈。我不知道啦。那个不是。啊，这个我那你先选什么？要选的是。好，你一本好就好，你来。好，你要画好。你选好久，跟你选。好了。好。来，第2名的哦，第二名只有一位碧涵，没有啊，5位啊，5位啊，碧涵哈，过来，好，剩下第3名的过来，第3名过来拿，第3名哈，好，有没有漏网之鱼？有3名人你拿很多遍，但是你竟然没有讲到你的，有没有？没有，好，现在等一下。现在要交给赖老师，赖老师这边有趣的游戏哈，给大家。好，现在围着赖老师到前面来，小朋友围着赖老师。不知道你们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没关系，都可以哈。就这样交叉拿着，把这一只主脉凸出来。拿好了没有？什么东西？好，叫我这样子做。第一个动作，先拿这样。好，好，拿好了哈。好，那我教第2个动作哈，把你的大拇指，这一手左手的大拇指也是跟食指哈夹住。怎么做啊？我也看不懂。夹住哈，好，我换只手而已啦哈。对，夹住，
夹在底下，夹这样子，夹这样。哎，夹这样子哈。夹好了没有？夹好了哈。它就飞出去了。往45度角，天空一飞，这个箭就射出去了，看到没有？我还是有点听不懂。听不懂没有？等一下华为再做给你看哈。听不懂。要让你知道说，哎，这个也可以玩游戏。小朋友喜欢啊，我射得比你远，试试看嘛，哦，对不对？哦，好，可以拉，可以拉，可以拉，你把它拉出它，哎，45度角往高空拉哈，它用力一拉，它就飞出去了啊。你看哦。所以说要先辨别一下方向哈。哎，对，啊，就用另外一只手拿，哎，可以了，这一只手夹着这一只手拉上。你拉去了，这样子，扶着他就好了。你要去问。对，这样子。那你把它，等下我再示范给你们看哈。有小朋友还看不懂哈，交叉的时候，你看哦。哎，对了，你瘦的好棒。夹成这样。不会。你看哦，一个线，哦，就是用这种对，竹口哈。啊，你好，甲竹肉个皮泡嘛，很香，像一种那个芭乐哈，食芭乐你知道？你甲肉个皮，迄食芭乐香，足香的。你讲的是什么米啊？竹柏，竹竹鳖，然后长辈啊，迄个竹鳖。啊，鳖，竹鳖，哦，两字拢歹读，哎，拢低音，竹。它是那个做那个钢琴哈，一只好这大张的，迄个材料，木材，还有几页。我来倒几张。你闻闻看，哪一颗？这张较散的，这张较悬起来。哦，厝边这张大张的。对，大张是头前。哦，头前这张。啊。你看有个竹果下来了一大堆的那个雨水下来，它很多的鱼类都会死掉，为什么？我们俗话讲的，台湾话讲叫做发 K。发 K 是哈，因为大量的那个泥沙啦、脏的物质下来，鱼类没有办法一下子没有办法适应，没有办法呼吸，就像我们那个空气中的 PM2.5一样，突然间空气来，你那种脏东西来脏空气来，你也没有办法呼吸。那个叫优氧化哈，优氧化，哎，对。龟背鱼哈，天南星科有毒的。电信兰哈，这个也是天南星科的龟背鱼，伊生都作成骨卡，骨卡较偏，龟背鱼哈。过来，我让你们分辨两个，你们不大容易分辨的哈。你们都知道姑婆芋有毒，对不对？对。还有我也让摸，可以摸，不要拿来吃就好了。好，再来，看看这一个，它是心形的，比较圆，对不对？你看看这个，我没有把它拔下来，这个呢？接近三角形的有没有？看到没有？它叫千年芋，千年啊！啊，怎么去分辨它？千年芋我跟你讲哦，你最好分辨就是看在这里，这里没有那个叶片，哦，三角形这边没有叶片，你看它有没有？它有穿裙子哎，有看无？有穿裙呢，啊，你看伊个，你看俩这千年芋这张哦，这张哦，好，你看，无对不？我甲恁讲，恁若去嘉仙吼，过桥过木一棵遮大棵的，因遐拢是蚵仔出名对吧？芋头啊，嘉仙顶头迄种迄张遮大张哦，就是它。
就是千年玉。啊，有青棍的叫啥？有千年的就是古柏玉，高波古柏哦，高波古哦，柏哈，啊这千年哦，这电吼，电信人这就是迄个龟背，这龟背鱼。电信啊下啊，电信。中华电信的电信。哦，电信为什么叫电信男？为什么叫电信男哦？这个我就搞不懂它。它受到电磁波影响哎。它的名字哈，应该有好几个名字，所以叫 K 我只讲2个，还有还有啊，像伊咧讲迄个，咱话讲迄个万年青顶的啊，但是我比较通常都是知道它电信男比较多啦。哎，等下对我念来，古壳哦，古壳，古壳哦，千年哦，千年哦，过来高波哦，高波哦，啊，过来就是赖欧啊，赖老师，赖欧啊。这2种哈，但是这款呢是属于象耳，它款不是就3角形，象耳雌菇，象鹅，嘿嘿嘿，什么鹅？这泽蟹啦，有没有？耳像个鱼啊。哦，象耳，像鱼啊，象耳多，象耳雌菇哦，这嘛雌菇的几种哦，它是叫做泽蟹，泽就是沼泽的泽啊，沼泽的泽，泄气的泄，象耳泽蟹，泽蟹，它是属于雌菇类的。好，这个，无关系念哈，这就是啊，这就是啊，会使，会使嘿，但是唔是假的呀，较后壁，较后壁。从那个新加坡坐的那个海军的那个东四号回到基隆港，所以说呢，他们知道说，哎，我们明天这个台湾的日本兵明天要回基隆，由日本上班，我们可以回台湾回家了，好高兴。结果他们吴志辉跟郭子章2个人就怎么样跑到那个日本的新加坡里面，日本人养的那个池塘里面，他们去怎样偷抓鱼。从他身上的汗衫偷起来，这个我想不要两粒汗衫起来大瓦位无了，他就把它带回他的部队里面，到了半夜要站卫兵，他放在哪里？放在他们每天吃的惯的那个凤梨罐里面，放在桌上，放在哪里？放在那个角落说，晚上去睡觉，站卫兵的人一看他怎么搞的，把那个凤梨罐丢在那边，一脚一踢，他就把它踢到水沟里面去。对旁边的另外一人看到，那个是吴志辉、郭子章2个人抓回来的，难怪他进审，他进审，大概剩下60只抓到，然后呢，这10几天怎么办？
溜溜，爱食糖啊嘎嘎叫。乌秋乌秋乌溜溜，爱食糖啊嘎嘎叫。好，给他。棒，再一遍，看头像。啊，好棒，来。金本阿秀翻昂跳落头，时间的日子，命陪阮一日的海。好，来一起念，开始，一起念，开始。金本阿秀翻昂跳落头，太高时间的日子，那陪阮一天一大。叶老师要扣分。好，来，预备，开始。溪水清清清，鱼虾水准看绵绵，日头光光光，田里水面来洗卵。哦，念得太好，再一遍。溪水清清清，鱼虾水准看绵绵，日头光光光，田里水面来洗卵。啊，不错，来，我们一起念一遍，预备，开始。溪水清清清，鱼虾水准看明明，日头光光光，田伊水面来生卵啊，来生卵。溪水清清清，鱼虾水准看明明，日头光光光，田伊水面来生卵。好，给他鼓掌，好棒哈，好，自己。那个是招啦。你这个最招来就是两关对，那好搞笑咪咪。好，一起念，预备，开始。青鼻啊，青鼻啊，真古锥，走来厝前念歌诗，囡仔看甲笑眯眯啊，笑眯眯。好，来，给他鼓掌。大吗？22，好，22，好，22，好，22，来。树鸟啊，树鸟啊，囡仔看，古锥起个古的手歌。树鸟啊，树鸟啊，囡仔看。古锥起个古的手歌。好，可以来演一个，来演哈。来，等一下，你们是哪一首？第7哦。好，第7。预备，开始。银花花。过一摆，预备，开始。银花花枝，红棉花，金龟子，甘露里幸福代志，妈妈回来相处。好，给他们鼓掌，太棒了！来，我们一起念哦，预备，开始。银花满身刺，红棉土黄真贵气。日手离身无代志，芳仔回来吃趣味啊，吃趣味。好，换你，好来，你们来。
错不错，给他们鼓掌哦！来，我们一起念哦，预备开始。黄花蜜菜芳啊，真爱来，本是外来子，变做台湾剧。好。哎，小蛋，这个哈、我这个要给麦克风要给爸爸。预备开始。牛郎织女要相会，客叫大桥互伊过。好，不错，好。一起念，预备开始。牛郎织女要相会，客叫大桥互伊过。所以这个这样念诗的话。预备哦，19这个是什么？来拿好，拿好，好，这个咖喱是什么？咖喱是八哥啦，八哥哈、来讲咖喱讲好讲话哦，来预备，开始。好，好棒，给他们鼓掌哦。好，谢谢。来，拿。讲话要教就爱教好话，唔通教迄落唔正话啊，唔正话。家人会讲话，要教就爱教好话，唔通教迄落唔正话。来，预备，等一下看看，预备，开始。虾哥啊，虾底无少无底鱼，无底地卵无筋啊。惊你。无惊。过一摆。虾底无少无底鱼，无底地卵无惊你。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刚生在一个平坦没有东西的地方，哦，所以一定要有东西，就像大海要有什么？大海要有什么？要有礁石，要有珊瑚礁，一样的道理。不然的话，卵孵化出来也会被马上吃掉。所以铁锅鱼就漂哈。乌手乌手爱食虫啊，大酒。乌手爱食虫啊，大酒。哦，太好了！你是几岁啊？有没有读幼稚园？4岁呢哈。哎，我跟。第二首哈，第二首啊，第二首哈。第二首不简单呢。来，拿着快，来我枪，你拿，你重，我来哦。预备，拿好，预备，开始，拿好。叫大家看啦，好，预备，开始。右屁。好，过一摆我做一念哦，预备，开始。右起像桂叶，花蕊像梅，圆圆的果子像蜜去，黑色皮头真趣味呀，真趣味。好，会不会？来，拿。花蕊像梅，圆圆果子像蜜去，黑色皮头真趣味。过一摆。右起像桂叶，花蕊像梅，圆圆果子像蜜去。哦，哦，太好了！这一组的妈妈是哪一位？
举手一下哦。以后家里的台语都爸爸来教你，不用教。小卡草四界看，离了情热好又孝，花蕊美丽搁优秀，厝边拢会看到伊。开始，小卡草四界看，离了情热好又孝，花蕊美丽搁优秀，厝边拢会看到伊呀，看到伊。好棒，给他鼓掌哈！好，你今天是最棒的，来。春天若来，满山遍野。花着是我自在。台湾人讲是宝岛，天天无经文在报。乌蝶互人掠来卖，愈大只是愈好价。飞啊飞，你放什么飞？阮袂阁掠你来买卖，摧残你无辜的美丽。飞啊飞，你放什么飞？阮袂阁掠你来买卖，摧残你无辜的美丽。飞啊飞，你放什么飞？阮袂阁，阮不对不起，飞点咱家己的山溪，飞点咱自由的土地。好，最后有一段，中间有一段是唱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最后这一段还要唱3遍，等于最后这3段我要请。小朋友站在前面唱，所以这个时候请小朋友站到我的前面来，成2排，快。那没有换就算了啊。对。来，有没有歌词啊？去哪里找？不要，不行，危险哈。好，来，现在。来，现在我们用清唱。开始。真济乌蝶一个飞，我怎么讲？我是不是说会念就会唱？我是不是说会念就会唱？对吧？所以家长就算不会唱，你只要用念的就等于唱了哦。预备，开始。过去咱台湾的山甲地，有真济乌蝶一个飞。春天若来，满山遍野，飞了是我自在。台湾人讲是宝岛，天天无金银在宝。乌蝶互人掠来卖，愈大只是愈好价。飞呀飞，你放什么飞？阮袂阁掠你来买卖，摧残你无辜的美丽。飞呀飞，你放什么飞？飞踮咱家己的山溪，飞踮咱自由的土地。好。要开始放歌了哦。好，预备哦。是我自在，台
台湾南东西北高，天天无兵民在高。乌家乌人掠咱的，愈大才是愈好个。 好，单手放下，拍手，拍手。